同大家分享一個小區，有9個單位嘅小區。呢個係 Motor Hall， 睇下哈。呢個入去就係廳啦。咁廳咧，你個廚房 open concept 都幾好咧，個樣好精緻，1700尺嘅咋，但係佢都好夠用啦，麻雀雖小，五臟俱全哈。喺樓下有個洗手間，佢有咪沖涼嘅地方，因為佢樓下有間房，適合啲人唔中意爬樓梯嘅，係咪幾好咧？車房咧係雙車房，好闊下，冚咗啲位咧，佢擺埋雜物都唔錯嚇。好喎，佢有個後院嘅喎，呢個係 POD 嚟嘅。咁咧佢後邊有個後院，你可以種少少嘢，果樹啊都冇問題嚇。上樓梯啦，當然樓上有個地方咧，可以擺下果樹啊，擺啲花啊都唔錯，或者你擺一個書台都唔錯。咁就冷巷咧用得好好，安排得好好，冇嘥地方。咁咧上樓梯右手邊有個洗衣房。好方便喺樓上，你中意隨時去洗衫。咁洗衣房隔離咧有個地方可以擺書台，幾好喎。好，帶大家去睇主人套房啦。個 size 係非常之好，喺1700尺嚟講咧，呢個 size 咧絕對係非常之好嘅，適合大眾用個 size。咁入到去咧，佢有一個自己個浴室啦。OK， 私人浴室佢自己睇下呢個幾好嗰個。體育啦，自己個 walk-in closet 你睇下夠大啊！1700尺嚟講咧，呢個真係好大咯。OK， 嗰個 loft 隔離咧係一個 guest 即係一個客房嚇，個 size 咧係 decent 咯 ，OK 啊，大概100幾尺咁都夠用啦。如果係有小朋友嘅話，間房之間咧有一個洗手間嘅，即係2間房 share 個洗手間，行得好闊落咯，幾好啊！你睇下呢個夠大咯。夠舒適，細間客房啦。呢個客房咧，佢有個 walk-in closet 嚇，同有個 balcony 添嚇，呢個都好好。主人套房之後，呢間房係第2間房最大噶啦，仲有個 balcony。